州豐田隊會入咧14號嘅希文斯。
入6號Mark。南加州方面同一會咧已經對佢已經4次啦。有波嘅係6號6 Mark。因為咧南加州福建行會14號啦，呢名將犯規啦，已經3犯啦，出嚟冇幾耐。會咧會入12號 Curtis。最高分犯規啊！4號犯規 ，David。南加州方面攞到12號犯規 ，Curtis。咁咧，因為呢啲犯規咧，而家都有罰球射㗎啦，因為咧南加州方面攞呢隊緊防唔切啦。南加州方面攞嗰個人入2號楊基德。比賽咧開始有啲緊張啦，87-81啦，我就副領先6分多嘅啫，時間仲有6分15秒。經過咧 Williams 4犯喎。印度隊請求暫停，暫時喺6分嘅距離啦。第4節時間剩翻5分57秒。印度隊仲2個主射朋友啦。
呢個時候咧，南加州福建隊會請求暫停。好啦，暫停結束啦。我呢度卡波嚟，咁球咪打入晒啊！4米距離嘅啫。Williams lead 2 points。大概14號新字。仲有一球罰球嘅 Williams 啊。新字咧已經係4次嘅過犯啦。好容易真係7分距離。加球嘅啫。需要啦啊！睇嘅咧就6號咁咯。5 fouls, Williams. 咁樣掌聲 Williams 啊！有好盡力嘅比賽㗎嚇。
聲辛苦啊！打得好啊，強哥！我14分。我哋雙方換人啊！Number 13, Harrison. 黎生嗱，3分4成2啊！睇到冇啊？9個字到，第三線。南加州方面攞一會11號 Bolton， 好啦，連有5分嘅距離。9號卡士2個罰球啦。時間剩翻3分21秒，暫時南加州嗰邊攞會領先7分。入波嘅係 Number 6 Mark 6號。5號伊路哥堡。好，印度隊請求暫停。印度隊係最後一個暫停啦。
導隊3分好犀利啊！今日啊，啱啱追得翻。時間剩翻13秒。我哋俾掌聲兩隊球隊啊！今日嘅比賽係108比97，南加州福建同學會贏咗呢個